這隻花栗鼠跟蹤運輸松果的車到了人的領地。花栗鼠吃饱了，它还要带更多的松子藏到洞里储存。这樣的洞穴，花栗鼠有幾十個，每一個都囤滿松子，安全感才能伴隨它度過整個冬天。但是勤勞的花栗鼠經常會忘記一些洞穴的位置，那裡的紅松子也許就會在來年發芽。有人說，山中60%的紅松是靠記性差的花栗鼠種植的，不知是否準確。